苗栗竹南台埔界钟玉峰，都18个人本人拆体，19苗栗县政府就继续施工，投入老笨蛋物价控制贵州的态度。俩政府人出台想办法，看而去乃为大之外，也少掠到本县政府查查下来个4人个吹杀，都某人困估个情况下为跌体。俩今年钟玉峰5人胖小村个来儿种年后，当年都去到该大伯来签这个东西，甚至按不跳都随到该大伯哦，为继续种呢，记掉个无。也签结前2下班部嘅出本人拆提開鐘玉峰15人，限數唔差成家財產，出體有條太險嘅假天，本人辦到臨時貨區以外，苗栗縣政府拆除人員，老總會同時準備起會，因馬殺多多因為內空地方，加條也建議利用時間天天嚟簽，希望簽上所有同總務有關嘅東西。裡面還是有不少物品，是屬於比較有價值性，還是說有紀念性的東西。這些東西都是屬於媽媽、爸爸他們的東西。比如一種也條本人準垃圾嘅東西，總然後含簽出條擺不開水貼，前來一啲網記睇得撐下來嘅父母內向，按不是條出來也準備從來水，唔過人當然都冇簡單簽出來不看人嘅sản婦，還有阿妹彭秀存在評估，暫時用到陸順豐還係本人經驗廳為外島使用。他就是叫我們清走啊！清走。那好，那我們要去哪裡？你把我們家都拆了，我們原本好好的東西，我們如果加載的話，我們會鬧成這樣的地步嗎？這個你不知道是誰的，對不對？好，那如果都他不主張哦，那我們就依規定哦，那個警方。唔是2年本單運行嘅總部，已經變做斑馬線。總人好講，佢係會繼續來簽附開東西，希望至少加埋會切下來簽，殺下來嘅成法總人好講係會上困難。短時間簽從優惠行係先攞附開東西簽出來留下來，簽得到幾多算幾多。下個新聞總之面苗栗報道。